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热门影片分享应用程序的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日前接受 CNN 的采访时，多次拒绝承认中共不当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情况属实。贝克曼20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塔布尔访问时被问到：“你认为中国政府把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关进集中营吗？”贝克曼回答说：“没有特别关注。”当贝克曼第二次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时，仍未正面回答。他说：“我并非中国事务专家，所以我没有特别关注那个领域。”贝克曼否认审查所谓新疆集中营的相关贴文，并称没有替任何政府审查内容。随着 TikTok 受欢迎程度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专家已在严格审视这个中期经营的社群平台。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称，中国放弃清零后，中共病毒疫情迅速升温，可能产生新的病毒变异株，并冲击生产与供应链。中国的疫情噩梦恐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文章指出，中国突然放弃不具永久性的清零政策，缺乏连贯性的应变策略，恐将为人民、经济、共产党高层带来新的梦魇。新危机还可能震撼全球，正如3年前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情况，始于中国之事不一定会止于中国。文章提到，习近平放弃清零的动机是为了振兴受到风控和劳工骚动阻碍的经济，但新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疫情普遍干扰到了生产与供应链。文章表示，中国不明智地放弃有效防护病毒的疫苗，选择施打效力较低的中国疫苗，而且中国人普遍未接触过奥密克戎变异株，因此缺乏免疫力。文章指出，11月底中国罕见爆发抗疫，促使习近平决定放弃清零。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人民会更加失去信心，抗议者的怨气很可能会卷土重来。中国的年轻人长期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养成了在众多事务当中不发声、保持沉默。乌鲁木齐大火事件促使海外年轻华人的觉醒，唤醒了很多人。白纸革命震惊了全球，年轻人似乎也对从事事不闻不问的态度到勇敢站出来进行抗议，看到他们的觉醒，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也感到了心情澎湃。在这次海外声援白纸革命浪潮中，不少留学生从原来支持中共的小粉红立场转变为反中共、争取民主的立场。他们期待中国人抗争中共暴政的运动能坚持下去，海外也将对他们提供长久的支持。声援白纸革命就是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做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很爱这个国家，我很爱这些人，我想保护他们，我想做一些事情能够让他们能够结束他们的苦难。我更在意的可能是就是一些价值，自由、公平、人权、正义。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到访美国，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晤。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离开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此次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多的支援，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在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后，乌克兰正在面临缺水断电的艰难冬季。而美国也准备了充足的后力驰援乌克兰，预计拜登将会正式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特别是防空能力，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拜登还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冬季当作武器，以水电网络为目标，试图削弱乌克兰平民的意志。这也是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先进的导弹系统。不仅如此，美国国会正在计划从明年的国防预算中拨出45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还将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为争取更多资金援助做出努力，并强调乌克兰前线军人守住了防线，永远不会投降。他还将一面来自战争前线的国旗交给了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上面充满了巴赫穆特市作战军人的签名。泽连斯基表示，这面旗帜象征乌军的胜利。